唔好再將印度極端高溫當成笑話睇啦。印度人其實已經靜靜雞盯上我哋啦。令我諗到，短短2個月時間，竟然有超過15萬印度人瘋狂衝入中國，呢啲絕對唔係耳聳聽。根據最新統計數據，今年4月到5月底，我哋向印度簽發嘅各類入境簽證超過18萬份，保守估計最少有15萬印度人正式入境，直接創下近5年新高。以前1年到黑，印度入境人次連10萬都唔夠，而家短短60日就爆咗15萬，呢個速度簡直好似開閘放水咁。而家你行去北上廣深，甚至杭州、成都、重慶呢啲熱門城市嘅街頭，無論係繁華商圈、網紅景點定係批發市場，周圍都可以見到一群群嘅印度人。呢度面涵蓋咗旅遊、商務、短期打工等各類人群。佢哋大國崛起，包容四海人家嚟睇下我哋嘅發展成果，體驗下安穩嘅民生環境，呢樣唔係幾好咩？我哋向來海納百川，友好相待，歡迎四海奔騰。如果你真係咁諗，咁就將件事諗得太簡單啦。好多人以為呢個只係一場普通嘅旅遊往來，或者係雙邊交流嘅正常會晤，但我得同大家交個底，呢個根本唔係咩簡單嘅觀光熱潮，呢個好可能係一場針對性極強嘅人口出逃大潮。你真係以為佢哋喺印度國內嘅日子仲可以安穩過落去咩？去睇下而家印度網絡上都充斥住啲咩奇葩聲音，有人話要炸破喜馬拉雅山，有人話要直接移民中國享受我哋嘅社會福利，甚至仲有人意出中國先係印度人最終嘅歸宿。呢啲唔係網民喺度吹水，係因為佢哋國內嘅高溫絕境已經將人逼到絕路，極端高溫、缺水斷電、經濟停滯、治安崩潰，無數底層民眾徹底失去生存希望，真係捱唔落去啦。以前呢班人爭崩頭向歐美跑，向中東轉，但而家風向變啦，佢哋開始將避暑謀生，甚至改變命運嘅終極目標，死死盯喺我哋屋企，數量咁龐大，勢頭咁猛，已經喺國內各大城市形成一股肉眼可見嘅群體。我哋當然歡迎識尊重、守規矩嘅外國友人，但如果呢場係帶住生存焦慮，甚至想將本土矛盾同流襲轉移過嚟嘅群體外日，咁背後暗藏嘅社會隱患，我哋根本無法承擔。呢10幾萬人到底點解非要喺呢個節骨眼扎堆逼入中國？呢班印度底層民眾點解突然好似要命咁向外逃？表面睇下因為印度遭遇史無前例嘅超級熱浪，每日都有幾百上千人冧喺滾燙嘅馬路上，但大家將視線望深一層，就會發現呢場天災背後其實係印度成個國家基礎設施同管理系統嘅徹底癱瘓。有人可能覺得天氣熱大家開冷氣咪得咯，但問題係印度而家大城市日均停電超過5個鐘，到咗農村斷電時間更長達10個鐘以上。喺接近50度嘅高溫下，連電都冇，呢個同將人直接擺喺火上燒有咩分別？更攞命嘅係缺水。目前印度有足足6億人高度缺水，人可以一日唔吹冷氣，但唔可以一日唔飲水啩。為咗活命，無數民眾被迫去飲嗰啲塞滿青苔，甚至被嚴重污染嘅污糟水。高溫、缺水、斷電呢3重絕境，直接將普通老百姓嘅生存希望活生生嚇滅。但呢個仲唔係最絕望嘅，伴隨天災而嚟嘅係印度社會嘅全面停滯同治安嘅徹底崩潰。我哋昨日話產業要升級，經濟要發展，但印度而家嘅產業已經出現嚴重斷層，極端環境令跨國資本紛紛選擇撤資，看開唔落去，企業詐騙倒閉。隨之而嚟嘅就係海量底層民眾嘅就業全面崩盤，飯碗丟咗連水都飲唔上，屋企嘅老人家細路隨時可能被熱死。面對咁嘅系統性崩塌，換作係邊個出逃都會成為唯一選擇。但問題係出逃都要睇方向，佢哋國內嗰啲既得利益者同政客，平時把口就以大國崛起，到咗關鍵時刻根本唔理底層人死活。印度嘅治安亂象久治不愈，各類惡性案點喺極端高溫刺激下爆發得咁頻繁？底層民眾發現自己留喺老家只係等死，於是呢股龐大嘅人口潮開始瘋狂向外揾輸泄口。呢場看似偶然嘅人口大衝入，背後其實係印度社會系統性崩潰之後
最終來日成為全世界負擔嘅冰冷現實。可能有人會問，呢啲印度人出逃同我哋國家嘅原油匯率一單核心資產仲有咩啦？大家仔細諗下，呢背後嘅金融邏輯同宏觀經濟推演，其實收埋好深嘅門道。印度係一個極度依賴資源進口嘅國家，亦係全球主要嘅能源消耗國之一。而家國內遭遇呢種極端嘅系統性癱瘓、公案停擺，產業斷層直接導致佢哋嘅購買力同生產力雙雙雪崩。當一個擁有10幾億人口嘅市場突然失去經濟引擎，佢喺國際上可以換取外匯嘅籌碼亦隨之蒸發。大家將呢個邏輯放大到全球基本上睇，呢個就係一場赤裸裸嘅資源同資產收割。印度國內經濟一塌糊塗，本幣匯率面臨巨大貶值壓力，資本為咗避險瘋狂外逃。而對於嗰啲手揸大把美金同核心資源嘅跨國金融巨頭嚟講，呢個正係將印度多年積累嘅財富洗而得空嘅絕佳時機。印度國內冇咗穩定嘅基建同水電支撐，原油買唔起，核心資產被賤價打包徒然，最終結果就係三個社會財富極速縮水。反觀我哋中國，含溫宜居，水電穩定，物資充足，治安更係全球頂尖，秩序安穩到好似銅牆鐵壁咁。呢啲喺嗰啲待落仲有啲資產或者稍微有啲門路嘅印度人眼中，簡直就係天然嘅天堂避難所。佢哋扎堆衝入國內，唔單止為咗避開高溫同缺水，更為咗將手頭上貶緊值嘅資產都換成人民幣或者喺中國嘅硬資產，藉此嚟逃避國際金融資本對印度嘅收割。但大家要清醒認識到一個問題，大量印度群喺帶住呢種避難逃離嘅心態入境，佢哋睇中嘅係我哋用幾十年血汗建成嘅公共服務同基建紅利。佢哋透過各種短期打工、商務或者跨境贊助嘅渠道留低，喺各大城市嘅批發市場商圈倒買倒賣，賺取穩定收入。呢個本質上係搶佔緊國內底層嘅就業資源，無形中消耗緊我哋嘅公共資源同管理成本。呢場由於天災引發嘅經濟大潰敗，正透過人口流動，靜靜雞變成一場企圖，要我哋找數嘅資本與人口雙重轉㗎。呢班印度人全世界周圍走，唔通其他國家就唔理？實際上，放眼全世界，印度人跨國扎堆幾乎喺所有發達國家都引發巨大亂象同爭議，口碑組就全面崩塌。以前佢哋最向往嘅地方係美國、加拿大同澳洲，但而家呢啲國家早就對印度人群體現防死守。美國由於短時間內被大量印度移民衝入，當地本土居民甚至爆發大規模抗議，出現當眾撕碎印度國旗、全民抵制印度移民嘅極端場面。加拿大與澳洲情況更加係一塌糊塗。早排曝光嘅百萬假文憑灰色產業泛濫，直接令數個印度人群體喺海外嘅信譽徹底破產。造假謀生、違規牟利、無視當地規矩，呢啲已經成為國際社會貼喺部分印度人身上嘅固有標籤。面對呢種大規模嘅信譽插水同秩序破杯，西方國家梗係唔同佢哋客氣，直接開始收緊簽證，嚴厲驅逐非法逗留人員，將到大門死死關上。可能有人會問，西方大門關上同我哋有咩關係？大家仔細諗下，嗰啲原本計劃去歐美掘金，或者已經喺國外捱唔落去嘅龐大印度人口，面對國內高溫絕境同西方國家嘅聯合圍剿時，佢哋可以向邊度走？呢個時候秩序安穩、基建完善，而且向來打開國門、講究包容開放嘅中國，就成為佢哋眼中唯一嘅避風港。我哋推出嘅各式便利政策，本來係為咗促進全球真誠交流同商務往來，結果卻被呢股被西方排斥出嚟嘅流民潮當成倒灌嘅救命草。呢個就好比一個棋盤，歐美莊家透過嚴厲規則將唔受歡迎嘅玩家踢出局，而印度就順水推舟，將呢股由於內部系統性崩潰產生嘅巨大人口壓力，源源不斷撳射到我哋門口漏洞嘅暗流。如果我哋唔提高警惕，嚴加防範，咁人哋留低嘅爛攤子同亂象，最後就要由我哋自己行。大國格局從來都係海納百川，我哋當然打開大門，歡迎一切真心交流、合法謀生嘅外國友人。但大家要清醒認識到，包容絕對唔係冇底線嘅縱容，開放亦絕唔係冇原則嘅接納。嗰啲帶住不勞而獲、着數心態，
甚至將本土流集全盤帶入國內嘅群體，最終必然會被公共秩序同法律法規撞到焦頭爛額。喺冷冰冰嘅國際叢林法則面前，一個國家最根本嘅底線，永遠係保護本土居民嘅生存利益同社會秩序。面對目前呢種無序入境、流雜外溢以及人口扎堆帶嚟嘅隱患，我哋必須喺簽證審核、社區管理同執法層面上，迅速拉起一道堅不可摧嘅防火牆。任何無視中國規矩、挑戰公共秩序嘅行為，無論打住咩旗號，都必須受到嚴厲制約同驅逐。撥開迷霧睇真相，好似隨波逐流。多謝大家收睇，記得點讚同訂閱，帶你各位打擊，睇懂大國博弈背後嘅底層邏輯。我哋下期見。